局局長周一嶽啊，同埋佢嘅副局長梁卓偉咧，發出以下咧係強烈嘅譴責聲明。喺咁耐以嚟啦即係特首咧係任命咗咧專責研究骨灰龕政策呢一個咁嘅衛生同埋食物局局長周一嶽同埋副局長梁卓偉負責呢一個政策嘅官員啊，一路咧都係避而不見啦我哋民間呢啲受骨灰龕問題影響嘅團體，咁啊令到我哋咧係溝通無門。我哋要求咧係呢個局長開放溝通之門啊，廣納民意。呢一個政府咧唔係一人一局嘅政府，而係咧需要面對群眾，要向全民負責嘅問責政府。由本年嘅2月初，佢哋公開聲明啦，就話呢個有一個專責小組。咁啊，除咗咧係2月初第一次立法會討論過之外啦，從來咧都未進行過第2次立法會咧有關政策嘅會議。而立法局議員啦同埋市民啦，亦都冇辦法咧係監察呢個政策嘅進度。周一嶽、梁卓偉兩個人啦，企圖係閉門造車、閂埋門，自己喺度咧立法，黑箱作業嘅手法好明顯。我哋認為啊，呢一個立法會嘅專責小組應該咧就呢一個問題向各界公開諮詢，同埋咧係向各專業團體諮詢佢哋嘅意見，增加呢個政策嘅透明度，以確保公眾利益。周一嶽、梁卓偉兩個人同埋有關政府部門嘅首長啊，有意喺呢個執法同埋政策制定上咧採取拖延嘅政策。到而家為止喺呢幾個月內啦，已經係陸續有好多骨灰龕場落成啦。我哋嘅聯盟團體咧已經由6個咧係增加到係13個啦。咁其實咧仲有咧係會越嚟越多嘅。咁究竟佢哋咧幾時先至政策出台咧？係咪要等到咧我哋大聯盟嘅團體咧增加到1000個咧？其實講真啦，係咪我哋都想咧？希望我哋越嚟越壯大到咁樣咧，係反映咗乜嘢情況咧？反映咗呢個政府係無能。一直以嚟佢都話呢個政策將會喺第2季初會出台，而家都6月啦，就嚟第2季都完結啦。我哋淨係聽到樓梯響，從來咧係冇任何消息話會諮詢任何團體嘅。嗰啲不法商人咧就有機可乘啦，嗱臨咁樣利用呢一段時間咧猛咁起啦。市民嘅影響咧亦都越嚟越多啦。我哋要求嘅有關部門咧加快步伐，制定法案同埋有效嘅政策，加速檢控違規嘅商人，唔好再包庇呢一啲咧不法嘅商人啦，令到香港嘅法治之都聲名嚴重受損啊！簡直就係香港政府之恥啊！我哋要求香港政府澄清喺呢一個骨灰龕政策上面咧，有冇任何利益輸送？據報道咧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有意咧係染指呢個骨灰龕呢一個行業。劉皇發佢身為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亦都係咧立法會咧發展事務委員會嘅主席。而鄉議局咧就呢個骨灰龕咧已經成立一個專責小組啊，並且喺報章表示咧已經向有關當局咧呈交咗意見書。我哋認為鄉議局係香港最大嘅功能組別，喺政治有好大嘅影響力，而佢嘅成員咧亦都喺新界咧擁有大量嘅農地。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身兼多項重要嘅公職，喺骨灰龕政策制定上咧有好大嘅影響力，而呢個骨灰龕政策咧亦都係咧嚴重影響民生，同埋一個咧利潤非常之大嘅生意。嗱，話俾各位聽咧，好多咧係經營呢一個地產嘅地產商人已經轉型咗骨灰龕場啦，因為點解啊？唔使補地價啊嘛。因為點解啊？因為咧同樣咧係1尺嘅單位啊，佢可以咧係賣到咧係幾十萬嘅一個骨灰龕位。咁你話係咪仲好賺過地產啦？所以喺咁大利潤嘅生意之下咧，我哋要求政府公開鄉議局同埋其他團體有關骨灰龕政策嘅意見書，以示公正。喺一個民主社會裏邊，咁大影
諮詢過程，係喺度閉門造車。好啦，到6月將近出台嘅政策，到而家從來未曾諮詢過受影響地區嘅居民。你話咁樣合唔合理？合理。你話咁樣係咪一個法治嘅政府？係咪一個可恥嘅政府？係咪閉門造車、黑箱作業？我認為啊，我哋要求啊，劉皇發本人，如果鄉議局想染指呢一個行業嘅話，應該咧係辭去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一職，同埋公開佢本人同埋鄉議局人士喺新界擁有嘅農地，同埋有冇參與經營而家